當你以為買架新車，安全帶係最基本嘅保障，點知原來連呢樣嘢都可以唔合格。日產啱啱宣布要召回接近4000部全新嘅2026年款 Leaf 電動車，原因係因為美國消費者報告一個測試發現佢哋後座安全帶總成直頭唔符合聯邦安全標準。呢單嘢離譜到呢，唔係咩軟件 bug，係關乎人命嘅物理結構都出事。官方嘅解釋仲未出爐，但好明顯要出到召回呢一步，就係連辯駁嘅空間都冇。佢哋呢個品管失誤，就好似你去茶餐廳叫碗雲吞麵，個碗係穿嘅，啲湯漏晒出嚟，你話係雲吞問題定係麵嘅問題？唔係，係連最基本盛載食物嘅容器都廢嘅。成個設計同測試流程肯定有斷層。等我講得深入啲，安全帶嘅強度、鎖止機制，全部都有白紙黑字嘅法規寫明，點樣可以喺量產車上面走漏眼？唯一解釋就係測試流程流於形式，或者為咗慳成本偷工減料。去到呢度，等我做個總結，一間車廠，尤其係做電動車，連最基本嘅被動安全都搞唔掂，仲有咩資格講創新、講環保？你架車慳到電，但保障唔到乘客，咁同買件裝飾品有咩分別？班工程師同品管負責人係咪當啲車主係水魚，覺得佢哋唔會撞車？抵死！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訂閱與否隨你，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下集見。